健身氣功八段錦。左腳分開，鬆正站立，掌抱腹前，屈膝下蹲，呼吸自然，意守丹田。兩手托天理三焦，上托，下落，托，落，托，落，左右開弓似射雕，踏腕，開弓，分手，並步，踏腕，開弓，分手，收腳，調理脾胃須單舉，上舉，下落，舉，落，五勞七傷往後朝，起身，後朝，轉正，起身，後朝，轉正，搖頭擺尾去心火，上托，下按，起身，右傾，左旋，搖頭擺尾，起身，左傾，右旋，搖頭擺尾，兩手攀足護腎腰，側舉，下按，上舉，下落，反穿，摩運，攀足，舉，落，穿，摸，攀，舉，單拳老木增氣力，開步，衝拳，爪握，回收，衝，爪，收。
背後七顛百病消。蹄腫、顛足、蹄、顛、蹄、顛，兩掌外開，合於腹前，手下落，練功結束。